今日咧，我就打聽到炳叔同埋國強會嚟講解下關於安裝中央空調系統嘅優質工序。咦，上次唔係講過冷氣機安裝啦咩？有咩唔同啊？簡單嚟講，大型嘅中央式空調系統包括空調同埋通風兩個部分嘅。一般嚟講，空調系統主要係採用製冷水機，即係黐拿，將水嘅溫度降低到攝氏6至7度成為冷水，或者採用製熱水機，將水溫提升到大約攝氏80度左右成為熱水，經水泵同埋水喉網絡，將水循環傳送到室內嘅空調風機，喺嗰度經過濾後嘅空氣同啲水就會產生熱能交換，製成冷風或者係暖風，再經風喉傳送到室內各個地方。整個系統需要配合自動化操控以及監察系統，因應室內環境嘅要求，系統會自動調節機組嘅運作，以維持舒適嘅需求，同時達到節能嘅效果添㗎。至於通風系統，就係用風機或者空調風機經風喉同埋風嘴，將新鮮嘅室外空氣抽入室內，同時將室內嘅空氣排出室外，維持特定換氣嘅要求。咁要做到優質嘅空調裝置，就一定要由正確嘅基本工序開始嘅。整個安裝工程必須僱用合資格嘅冷氣工程承辦商嚟做先得嘅。咁首先，冷氣管工要齊備機電工程顧問批准嘅施工圖則，包括平面圖啦、結構圖啦、天花圖啦、機電設備綜合圖同埋施工章程，嚟制定一份空調及通風裝置施工程序建議書，即係 Proposed Method Statement。入邊要列明施工方法、材料種類同埋驗收標準噶。咁唔使講啊，所有材料就梗係要經機電工程顧問批准先至用得啦。當啲物料運到地盤之後咧，冷氣管工就要根據批准嘅資料互相核對。如果發覺唔符合要求啊，必須將材料送嚟地盤。細心啲，梗好啲啦。之後就要將啲材料分門別類咁儲存喺合適而又乾爽嘅地方咯噃。咁喺做任何安裝之前呢，冷氣管工就一定要 check 清楚施工嘅地方要有齊足夠嘅平水墨線，石屎基凳已經按要求做好晒，同時要盡早同總承建商同埋各行業嘅承辦商互相配合嚟安排好施工細節。冇錯啦，咁不如由冷水系統講先啦。較常用嘅製冷水機有水冷式及風冷式兩大類嘅。水冷式嘅製冷水機組合，除咗製冷水主機之外，仲要配合水塔或者水熱能交換器嘅運作嚟散走製冷水時所產生嘅餘熱。而風冷式製冷水機係利用戶外空氣作散熱媒體，無需要另配額外散熱嘅裝置。嗱，喺呢度，等我哋用風冷式製冷水機嘅安裝嚟講下主要嘅工序先咧。首先，冷氣管工安排起重裝置，將製冷水機吊運到臨時支撐上面，以便安裝避震設備。然後將機身慢慢咁樣放低，記得要校正避震彈弓嘅高低位置，確保佢嘅避震功能冇問題先至得噶。之後咧，檢查清楚機身嘅表面各部分嘅儀器、喉管接駁口、電器設備等等有冇損壞，如果有嘅話，就要即刻通知供應商嚟維修同埋更換啦。喺其他冷水系統組件未做好接駁之前，記得要做好機身保護至得噶。